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电视台一个少年同事，原来介认真咧学台湾话，虽然伊较接讲华语啦，不过伊介骨力。就甲国政啊问讲，我知影明仔载你要落南去表演，我才甲因讲对，我往回车票拍好啊。伊讲你讲安尼敢对？这个往回敢不是叫你讲洗番头？往回的票，你不是要去南部，应该买去程的，应该爱买落去的才对。我讲唔是，台湾话咧讲的往回，甲华语咧讲的往回解说无共。华语咧讲的往是动作，毋过回是方向，但是台语的往甲回拢是动作。就是咱即马现代人咧讲的讲来回票，古早讲往回，往倒回，我连转来的票都拍好啊。你拍几点的？我讲我拍早起7点的。伊讲你遐早起，你是要抢头一个灯台，去讲热场是无？我讲那你讲这句华语咧讲的同事热场，就是讲排头一个人客还未活的时阵，甲叫我安尼做热场。无毋对，华语是这个解说，毋过台语咧讲的热场拄啊颠倒变，因为台语的热毋是同事。头拄国政有讲大声去你灯台，赶紧的，紧来紧看，慢来看一半，所有唱歌互恁听，恁就起来哇！迄个动作要甲场加互热，迄个同事，但台语这两字，热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啥？迄个少年家甲问讲，你讲安尼我听无？我讲就是已经人客叫我现场已经吵，安尼讲足热场的。但台语的热是形容词，毋是华语咧讲的讲佫无人上台去热场，毋是，是已经大家足闹热啦，所有人拢咧拍扑啊，这场有影热场啦。结果伊佫甲我讲，你安尼分析我知影啦，华语甲台语意思无共，写法虽然相像，但是毋通乱参。毋过你遐早起到底要创啥啦？我讲因为阮灯台表演迄个场所边仔有一间妈祖庙，妈祖婆足灵感。结果伊佫甲我谈，伊讲妈祖婆也无咧写剧本啊，无咧做制作人啊，哪有需要啥物灵感？我讲毋是啦。华语咧讲的灵感是讲 idea， 是讲临时有啥物足好的想法，对天边飞来到咱的头壳底，安尼做灵感。毋过台语的灵感，我哪有一岁，就是讲心明真兴，威灵显现。咱去甲祈求，台湾人所讲的讲有求必应，安尼做灵感。你毋好乱参哦，毋是讲有真特别变巧的想法做灵感尔。咱咧讲心明。真正讲地方的人拢真甲敬重，因为伊足兴，足会讲保庇嘛是讲灵感。